台湾甲日本的教育交流已经20年，双方交流人数几60万。教育部特别举办展览，邀请民众伫12月初1到14到台北的华山园区，看这20年来点点滴滴。3、2、1，请启动。红彩大甲球开，几来加几啊飞出来，庆祝台湾甲日本教育交流20周。教育部举办纪念展览，民众通透过 VR 目镜陪苏清新来到日本的学校30开幕式。部长潘文忠特别讲到，今年双十来台表演，互全国人民印象足深的行道结高校。他们来不只是用最活泼生动的演出，其实我看到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一到台湾，跟我们好几所学校的同学就很自动的交流起来根据教育部统计，为2003年到2019年，台湾到日本参访的高中生加老师有10万人，日本来台湾的甚至超过36万人。双方直接交流，背后功臣是台湾国际教育旅行联盟。过去20年呢，其实台湾是在一个外交蛮艰困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时代呢，去进行国际的交流。所以我记得呢，10几年前我第一次呢在学校里面推动这一个国际教育旅行的时候，当时要找一所交流的学校，其实是相当困难的。林向金讲，2020年2点控成立了后，省官学三方合作成立一个平台，透过驻外人员协助，让学校更加方便找到适合的交流对象，交流的品质也提升。我们现在在2.0的话呢，我们在所有的县市都有设立一个国际教育资源中心，叫做 IARC， 协助他们呢以后呢真的在这一个解封之后，怎么真的正式的去推动这一个国际教育旅行。目前联盟主要合作的对象是日本，另外嘛有韩国、东南亚国家等等的学校。伫咧疫情时代，联盟嘛推出各种线顶交流活动，望囡仔会当成做世界的公民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